大家好，我係 Talon。琴日美國任天堂竟然突然之間發佈咗一段40分鐘嘅 Pokemon Pocopia 試玩直播，淨係睇佢嘅試玩過程已經覺得隻 game 好得意，將會成為下一個精神時光屋啊！我即刻覺都唔瞓，咁整理同埋翻譯咗直播嘅內容，剪成精華俾大家搶先睇。大家記得睇到最後啊！同埋如果中意呢條影片，記得俾翻個 like 支持一下。主持人一入到去個遊戲就有隻小火龍上前同佢打招呼，仲有一隻奇異種子好悠閒咁做緊佢自己嘅嘢。你會見到島上面好似好荒蕪，乜嘢都冇。咁係因為個遊戲背景講述呢個島一早已經失落咗，冇晒 Pokemon 同埋人類，需要主角去幫手重建翻呢個島嘅範圍。後面仲有隻車厘龜匿埋咗喺棵樹後面偷食樹果，都幾搞笑。之後主持會去揾巨曼騰博士，博士喺呢個遊戲嘅重要性好高啊，因為佢會一直引導主角去推進個故事發展啦。如果你有嘢問佢嘅話，佢就會解答你遊戲上嘅操作，或者俾線索你繼續去完成你嘅主線任務。喺遊戲入邊，你會使用唔同嘅技能去改善呢個島嘅生態，譬如水槍就會沿住虛線十字架去淋水。而家主持成功將4個花連埋咗一齊，完成咗一個花叢嘅棲息地。圖鑑就會通知你開咗一個新嘅圖鑑，而圖鑑亦都會講呢個棲息地可以吸引到啲乜嘢 Pokemon。有啲 Pokemon 係需要有特別嘅條件先會出現嘅，例如有啲 Pokemon 只會喺夜晚度出現啦。咁由於遊戲嘅時間同現實係同步，咁所以如果你要得到呢隻 Pokemon，你需要等到夜晚佢先會出現。主持又完成咗另一個新嘅棲息地啦。你會見到有啲 Pokemon 係會有2粒星，稀有一啲；有啲 Pokemon 得1粒星，係常見嘅 Pokemon。而每個棲息地只會吸引1次 Pokemon 嘅啫。所以如果你想得到一啲稀有嘅 Pokemon 嘅話呢，你就需要拆多幾次棲息地，咁先會得到佢啦。另外，使用技能係會消耗 PP 嘅，即係右下角呢條藍色巴，你可以當佢成為體力值。唔夠 PP 嘅話，就會攰到出唔到任何技能。你可以揾一啲有樹果嘅樹嚟撞，食完啲樹果之後就會回復 PP 噶啦。主角執到嘅嘢亦都可以放入去後面嘅背包。呢度主持人透露咗一個小彩蛋，呢個粉紫色百變怪形狀嘅 Infantry 界面，暗示緊呢堆材料其實係收埋咗喺百變怪嘅體內入邊啊。另外，地下有時會出現一啲金色發光物。執咗佢就會得到新 Pokemon 嘅線索，例如佢需要一啲咩棲息地同埋條件先會出現。譬如畫面中快拳狼係需要一個沙包放喺長凳旁邊。但由於時間嘅關係呢，主持人就已經準備咗一個沙包啦，搬過嚟就完成咗快拳狼嘅棲息地啦。之後主持人返去之前起好咗嘅棲息地，有個搖緊嘅草喎。如果你同佢對話嘅話，就會發現到新嘅 Pokemon。佢一跳出嚟就會同你對話，介紹自己。呢個時候你可能會問，點解 Pokemon 會識講嘢嘅呢？乜唔係淨係喵喵怪先識講人話嘅咩？咁係因為主角本身係一隻百變怪，所以佢會聽得明 Pokemon 之間嘅語言，係冇 make sense 咧。遇到新嘅 Pokemon， 圖鑑都會跳出嚟介紹佢，例如佢係咩屬性啊，中意啲乜嘢棲息地啊，同埋佢有咩工作技能。
解鎖得越多嘅 Pokemon 圖鑑，遊戲亦都會提供一啲獎勵俾你，例如係一啲製作嘅藍圖。每當 Pokemon 頭上面出現對話泡泡時，你都應該要優先處理咗佢哋先，因為完成咗佢哋嘅要求，唔單止會提升舒適度，佢哋仲會教識你技能，或者俾啲獎勵你，等你可以推進遊戲。成為咗同伴嘅 Pokemon 喺你島上並唔係遊手好閒㗎，你可以俾工作佢做。而家主持人就想起一個巢穴，除咗需要嘅材料之外，仲需要搬運小象同埋小火龍幫手去起，因為搬運小象有建造嘅技能。好，呢個時候就要去揾返小火龍同埋搬運小象同行，先可以起到呢個巢穴。你可以同小火龍對話，叫佢跟住你，或者去到搬運小象嘅面前撳上箭嘴，都可以令佢跟住你。但係你嘅同行入邊最多只可以有5隻 Pokemon 跟住。建造時間係同現實時間掛鈎嘅，所以當你開始工作嘅時候，搬運小象就會同你講大約咩時候就會完成呢個工程。而唔同技能嘅 Pokemon 亦都可以安排佢哋去做唔同嘅嘢，例如識斬擊嘅飛天螳螂，你可以俾木頭佢，佢就會切返相應嘅木材俾你，等你之後可以用呢啲木材去製作唔同嘅家私。地圖上面會出現一啲金色嘅精靈球，入邊會收埋一啲特別嘅道具。主持人就執到呢個探測儀，佢可以幫你探測到地底或者牆壁入邊嘅一啲隱藏道具。而用到佢，你需要配搭一隻有探索技能嘅 Pokemon， 例如波波，先會用到呢個儀器。當嗰隻 Pokemon 探測到目標嘅時候，波波就會飛到去嗰個目標，提示你呢個方向會有隱藏嘅道具。你只要跟住波波嘅方向去行，你就會揾到個道具噶啦。撳個加掣，你就可以打開圖鑑啦。由於呢隻 game 唔需要戰鬥，亦都唔使捕捉 Pokemon， 解鎖圖鑑嘅唯一方法就係吸引佢哋出現喺呢個島上面，然之後同佢哋成為朋友。而每隻 Pokemon 會有唔同嘅工作技能，所以你擁有越多 Pokemon 同伴，佢哋就可以同時為你做更多嘅嘢去重建呢個島。另外仲有棲息地圖鑑，你可以隨時睇返點樣去製作呢個棲息地，同埋會有啲咩 Pokemon 會喺呢個棲息地度出現。PC 電腦入邊亦都會有 challenge， 入邊會有每日嘅任務俾你做，做完亦都會有相對應嘅獎勵。另外仲有 shop 啦，主持人冇撳入去俾大家睇，但係我相信喺 shop 入邊應該會買到唔同嘅裝飾品。最後撳個減掣，你會見到現時你島上面嘅環境水平係點樣啦。入邊你會見到島上面嘅 Pokemon 嘅舒適程度係大致去到咩位置。主持喺直播入邊並冇透露到舒適度有咩用，但係據直播個內容，提升 Pokemon 舒適度暫時有2個方法。第一就係滿足佢理想嘅生態環境。第二就係同佢哋對話並完成佢哋要求嘅任務，就可以提升到佢哋嘅舒適度㗎喇。當你推進你嘅遊戲進度，你會得到更加多嘅製作藍圖去整嘢。你亦都可以將背囊嘅材料放入去整理箱入邊做備用嘅資源。
遊戲為咗方便玩家去收集資源，你可以撳實 Y 掣，就可以好似星之卡比咁樣吸晒啲資源落肚，相當方便。話都冇咁快，個巢穴就已經起好咗啦。同搬運小將對話就會有個小動畫睇。之後搬運小將會叫你放3個家私入去呢間屋入邊。咁主持人就可以帶埋小火龍入去，將啱啱製作好嘅木台、凳同埋床都放喺屋入邊啦。咁因為小火龍鍾意住喺暖嘅環境入邊啦。咁主持人就順便放埋個螢火入去。小火龍如果喺附近嘅話，就會自動走去點火噶啦。間屋起好咗就可以俾 Pokemon 入去住，提升舒適度噶啦。嗱，千祈唔好問我點解可以喺屋企入邊起火。嚟到多人模式，主持人就同佢3個工具朋友展示一下多人模式嘅實際情況。多人模式最多支持4個人同時聯機。而呢隻 game 亦都支持 game sharing。如果你都有 friend 有 Switch 嘅話，你就可以 share 呢隻 game 俾你最多1個朋友一齊玩。入到嚟啦，由於多人模式同埋單人模式個 save 係唔同嘅，咁所以入到嚟呢個 save 就要重新再修建呢個島。咁主持人喺呢個時候就即刻點咗佢啲工具人朋友去執靚個島，自己就走去扮靚靚。玩家可以透過個鏡去更改自己嘅外觀。可以執髮型、頭髮嘅顏色、帽、上衫、褲同鞋。咁暫時睇落去都唔見有好多選擇，希望之後隨住時間嘅更新，可以 unlock 更加多嘅款式俾大家去揀。咁主持人終於肯出返去幫手起嘢啦，佢先起咗一個石，再加4個草連埋嘅棲息地啦。之後就同波波對話，由於呢個多人模式嘅 save 係新嘅。咁佢需要重新同啲 Pokemon 做個朋友先可以開到圖鑑。前面有一個搖緊嘅花喎，哇，係鴨嘴寶寶啊！轉個頭返嚟，嗰個1石4草嘅棲息地已經見到個草喺度搖緊，又有新嘅 Pokemon 等住出現啦。你會見到多人模式嘅節奏係明顯比單人模式快好多，好快個島已經充滿住 Pokemon 嘅同伴啦。另外建造時間亦都大幅減少咗。主持喺度展示緊點樣去重建呢座爛咗嘅 Pokemon Center。唔使1分鐘嘅時間已經起好咗啦。Pokemon Center 起好咗，你就可以入去回復返你嘅 PP。主持人嚟到海邊，打開個技能欄。雖然見到佢未解鎖晒啲技能啦，但主持人可能喺單人模式已經解鎖過游水同埋飛行，所以佢可以游水過對面岸。
咁游水同埋飛行呢，都係一樣會消耗 PP 嘅，但係會好方便令到你可以去到一啲新嘅島。譬如主持人而家就嚟到呢個島，有啲好似示範單位咁嘅感覺啊，有好多屋啊同埋生態已經起好咗，等你同你嘅朋友可以直接過嚟享受同埋玩。你見到前面呢間屋已經係鳳神犬嘅屋企啦。喺遊戲入邊，你可以起屋俾 Pokemon 住，只要佢有4邊牆同埋有2格嘅高度嘅話呢，系統就會判定佢係一間屋。跟住你會見到啲燈柱，有啲係着咗燈，有啲係冇着燈，代表住呢個島其實係有電，而電力其實就係靠風車去發電，然之後靠電線去提供電力俾全個島。繼續行，我哋會路經一個花園啦，有一隻吉利蛋形狀嘅草喺度，前面仲有一個舞台，我哋陣間先去。而家我哋參觀另一個示範單位先。入到嚟呢間屋已經裝飾好晒，勁得意咯，有啟暴龍、伊貝同埋比卡超嘅公仔，全部都好得意。好，我哋返嚟花園呢度，我哋嚟到舞台嘅正中央。我幾鍾意佢有好多設施可以俾你去玩，俾你去互動，發揮你嘅創意。當你撳下箭嘴嘅時候，你就可以睇到你嘅動作快捷鍵，再撳加號就會顯示到你所有可以用到嘅動作，仲要有啲 preset 好嘅信息，等你可以喺 in game 嘅時候同朋友互動。如果你有 Nintendo Online 嘅話，你就可以用 Nintendo Chat 直接同朋友傾住嚟玩添。由於時間嘅關係呢，主持人就直接去做賊，偷晒呢個島上面已經起好咗嘅嘢去裝飾自己嘅島啦。好，主持人終於玩完返嚟啦，而佢嘅工具人朋友已經幫佢起到個島七七八八，仲要起埋間屋添。主持人即刻扮幫手，用佢偷返嚟嘅拆裝裝飾間屋。側邊仲有條梯俾你爬上去天台度曬太陽添。如果有眼力嘅朋友就會見到右上角突然出現咗一隻班吉拉喺度。由於呢個遊戲係冇戰鬥嘅場景啦，所以我高度懷疑呢隻 game 嘅 Pokemon 係唔識進化，所有嘅進化形態都會以低機率或者特殊條件喺棲息地直接出現。最後唔少得拍攝嘅功能，你可以用佢嚟影風景，亦都可以同你嘅朋友自拍，亦都可以轉個手揸機，或者可以換一換表情，做唔同嘅動作，換 filter 等等。當中最值得注意嘅就係嗰隻小火龍，佢係會識得攝鏡㗎，喺鏡頭前面做出唔同嘅動作，咁係相當之方便嘅。因為前幾作嘅遊戲嘅拍攝就係好難就到 Pokemon 嘅角度，一係就你一喐佢就跟住喐，一係佢就會無啦啦走咗去你拍攝盲點入邊，
你係捉佢唔到嘅。所以我係比較鍾意今集嘅拍攝功能，即係 Pokemon 自己識得攝鏡，亦都會識得企定定喺度同你影相。你睇下，主持人可以 close up 同小火龍影相啊！以上就係試玩直播嘅全部內容。Pokopia 嘅遊戲總監曾經透露過，呢個遊戲主線流程大約係20到40個鐘。爆咗機之後，亦都有大量嘅內容開放同埋持續嘅更新。呢個遊戲俾我嘅感覺都幾新鮮同埋有趣，所以我諗我3月5號都應該會買嚟玩。唔知你又會唔會買呢？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啊！咁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度啦。鍾意我影片嘅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